女孩子就是这个敏感性都比较高一点。你像男孩子，咱们所说的这个没皮没脸，其实就是这个敏感性不高的一种说法。啊，来吧，假装动一下筷子吧，来，吃这个。嗯，哪个你喜欢吃哪个？那个都不喜欢呀。黄瓜嘛。做的看起来都不怎么好吃啊。黄瓜嘛。不要吃。盛点米吧，不要不要。来一点点吧，好不好？不要，真不要。哎，你喝点汤吧，好不好？不想吃喝点汤，行吗？如果我要是上秤了称电，发现是胖了个0点几，感觉自己内心就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不能再吃了，你再吃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胖。我感觉自己还是不够，就是受别人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瘦了的话，应该会更多人喜欢我。